釘釘新手指南：服務業客戶案例雅斯特。雅斯特酒店集團成立於2011年，目前旗下有4大品牌：雅斯特酒店、雅斯特國際酒店、雅美圖酒店和雅斯菲爾酒店，涵蓋中檔商旅酒店、中高檔商旅酒店、城市度假酒店和城市新消費綜合體酒店等不同類型。隨着規模逐漸擴大，在管理中逐漸出現門店分散，部門之間協同效率低，資料保存在個人電腦中無法管理，客房管理耗時耗力，成本不透明等問題。發現這些問題後，雅斯特酒店組建了數字化項目小組，選擇用釘釘的組織和生態搭建管理平台。一釘釘審批雅斯特在酒店管理方面，採用 D1 智能巡檢方案，實現了多門店巡查，自由調整巡查時間和數據報表，實時反饋。門店在線管理方面，雅斯特自建了釘釘審批單，指導門店日常維修工作，服務水平整體都得到了提升。擬定盤在接觸釘釘前，雅斯特一直使用 Excel 保存項目資料，管理進度很困難，信息泄露的風險也很高。現在雅斯特使用釘盤對項目進行管理，在流程逾期或異常時都會得到及時提醒，確保項目按時交付，有效提升了協同效率。3釘釘考勤：雅斯特的智能化管理應用，通過與釘釘組織考勤對接，實現了自動分配房間任務，一房一麻。員工進入房間後才能開始清潔，在清潔過程中，員工可以直接錄入房間用品使用情況，系統會自動生成報表，並同步給主管查房打分。各崗位之間的協同由系統自動流轉，任務逾期，釘釘會自動催辦，保證任務實時處理。雅斯特酒店用釘釘解決了溝通和管理上的問題，同時也為未來業務擴展提供了無限可能。